其他消息来关心，香港网络媒体 Free Hong Kong 创办人人叫强牧师的强伟嘉，3月17日时，伊伫台北市防拄着伤，送病院无大碍。伊捌因为犯上重案互抓去，最后是裁定罪名无成立，即马是伫台湾。警方追查了后，昨昏伫花莲有抓到甲伊拄着伤一个姓林的嫌犯。多次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做转乘一直到今日本分局在下午大概14点多在瑞穗的一处这个旅馆里面清查发现他的行踪当场予以逮捕那全案在侦讯之后将依杀人未遂伤害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2个人是因为啉烧酒醉起冤家才发生冲突，姓林的查甫人才会甲强家伟拄着伤。代志发生了后，嫌犯就落南走路，尾伊就是伫花莲互抓到，以伤害罪互移送法办。调查了后，嘛发现讲，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更有犯其他罪名，是一个通缉犯。